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台湾这风气啦吼，真正是哪来哪歹。小连线咱看到讲吼，伫咧大洲日的高雄反这空气污染的这个游行吼，针对高雄小土炭这个机器啦吼，咱讲全部爱来停掉介绍天然气，就是咱讲这个雅士卖受到规个这个营养好、空气污染的这个苦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昨日是伫咧婚林买了家啦吼，针对着。同款是小土炭这个热氢吼，要求吼卖了电厂内底有16座的这个气电共生小土炭的这个机组吼，改做是小雅士的吼。另外，咱嘛讲到吼，经济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2020年，就是去年这个空气品质这个年报调查，讲高雄哦是2020年这个台湾是这个有土沙粉上严重这个城市啦吼。另外咧，咱嘛看到讲高雄林园区遮吼，更加是这个年度 PM10的空污王然后。林园遮过去就受到这个石化工业污染真济啦吼，住家吼拢有真济这个少年的致癌死亡吼。另外有的这个居民根本都唔敢拍开他们吼，惊这个空气吼都安尼灌入来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高雄空气污染的这个大游行，都要求讲吼减碳吼改善。另外吼中南部则是做优先的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定出着2032年无这个土炭高雄的这个基点。另外，嘛承诺到2050年呢，这个高雄净零碳这个碳的这个排放的这个目标啦吼。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是安怎回应吼？讲未来6档都要设这个太阳吼，这个供电吼。另外咧要设这个气电共生啦吼。恒达电厂2025年全部要来对应，2030年吼，就是讲吼减2档啦。这个时间要无土炭这个高雄，同款是2050年哦，这个净零碳排和这个部分吼，环保署嘛回应讲吼，这个恒达电厂吼继续来去改善排放吼，即阵已经减量57%吼，另外按算伫咧112年吼，要来做回来对应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这个2025年啦，咱看到讲吼，这个60爱达成着这个什么款的这个目标吼，咱讲吼，这个小土炭这个部分爱降价27%啦吼，咱看烧天然气的这个比例30.6爱增加到50%啦吼，咱讲以这个蔡英文总统讲啥，早一天来烧这个雅士吼，减一天来烧这个土炭，支持能源转型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吼，针对着吼所有环保团体真正吼呼吁吼，真正政府敢做会到，咱今日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时代力量党主席陈椒华。主持人好，大家阿曼大家好。第二位邀请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理事长叶公鹏。大家好。第三位邀请金健康总经理洪素卿。阿明好，大家好。第四位邀请婚林浅海养殖协会理事长林进荣。大家阿曼，大家好。是四位拢是咱这老朋友，透过连线吼，共款要来连线这个东海大学共同学科甲同时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尚君如。教授你好。大家好。是啊，首先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伫咧4月初四这场这个反空污的这个游行吼，咱嘛看到讲陈其迈市长嘛做一寡回应，但是环保团体敢有接受？咱先做来看。民众因行动局甲空气污染保护组无轨，会侵害全民的健康。南部反空污大联盟第一遍伫儿童节办反空污大游行，希望政府重视空气污染。街仔头虽然无啥物工业区，但是好长大的工业区压起来，所以我妈妈常常会下句，我甲爸爸嘛常常破病。游行呢不是特效药，但是呢，你没有一直逼、一直逼、一直叫、一直叫，那么高雄的空污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游行有20几个公民团体300万人参加，主办单位讲，伫6岛内面，高雄人的平均寿命上低，婴仔的死亡率上悬，气酸癌10年平均发生率的成长率上悬，要求市府今年就予恒大电厂4座燃煤机组拢停落。高雄往年拢是秋冬季节空气污染严重，今年一直到4月空气品质也是无好。像初4，全高雄7站只敢若2站是普通，其他拢是柑仔色提醒。即便这些年来做了很多减量的努力，可是因为气候的条件越来越严峻，所以导致空污的情形也相对严重起来。所以减污美跟减碳是已经刻不容缓的事情。北部或中部应该要来发展这个，不管是绿电，或者是这个天然气的一个发电，这样自己的能源
自己的供需应该是自驱要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接过款团的定情书，但期迈答应讲，未来不准讲设置联媒机组，现代联媒机组也会提早杜行。不过款团要求的今年4大机组全部拢停来，有执行的困难度，市府会甲进度催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是咱讲到这个小土团这个部分吼，这个中南部真正占真济啦吼。但是咱今仔看到讲吼，这个4月初4的这个游行哈，到底有伊的效果无？当期市长嘛出来做一寡这个宣誓哈，先来邀请这个主席啦吼，立马迄天伫咧现场吼，针对吼这个高雄市长安这个回应，敢有这个满意咧？就是讲市长迄天有讲到讲这个土团吼，爱减少来烧，啊，毋过伊敢若讲。兴达即个燃煤电厂，吼，即个部分，啊，我是要指出讲，就是讲你高雄即部分，即马有真侪即个工业区内底，吼，即个气电共生的即个电厂嘛是拢咧烧土炭，所以即部分吼应该爱紧来减少。啊，搁另外就是讲，因为即马咱学生伫读册即个上课的即个日时吼，即个中昼的时阵吼，即个。臭氧吼，臭氧的浓度是真悬吼，就是讲伊即马若照环保署的标准，就是讲上悬1点钟久的平均若超过120 ppb 吼，伊才会宣布讲超标啦吼，才会宣布讲卖上即个体育课。啊，毋过咱来看，就是讲有够一个8小时的平均吼，若超过70吼都爱来停课吼，啊，不过通常就是讲，到下晡吼，才会来8小时的平均才会来发生。所以即马就是讲，高雄市吼，也是讲咱全国吼，政府会当紧做的，就是讲，若你上即个体育课日时若超过70 ppb 的臭氧吼，也是讲超过86 ppb 的臭氧的时阵吼，就紧来宣布讲。减少，也是讲卖上即个体育课。啊，你高雄就是搁一个真严重的问题，就是即个林园工业区这边吼，伊会真侪即个石化的公路吼，定定拢会漏，吼，爱漏就是会产生气爆，也是火灾的危险。所以即部分吼，高雄市政府这边应该爱紧来要求做即个总体检，吼，总体检。啊，搁来就是讲，咱会当。请即个高雄市紧来做，就是讲，因为即个南部吼欠水真严重吼，啊，所以即马真侪工业嘛是耗水、搁耗电，啊，搁会空污严重，啊，即部分嘛爱紧来处理，就是讲慢慢政府紧来引导这个厂商紧来做产业转型。啊，上尾就是讲即个屋顶型的太阳能发电吼，会当来减少即个。即个尖峰时期的即个耗电吼，所以这部分高雄这边吼，也是南部紧来做，啊，搁即个智慧型的电表紧来装吼，才会当来实施弹性电价。是，这个主席吼是咱讲这个全面的这个部分吼，啊，其实你头拄仔嘛有用到这个吼图卡来甲咱讲吼，这个囡仔人吼，伫咧上体育课还是户外课的这个时阵吼，咱讲华语这个臭氧吼 ，O3 这浓度啦吼，真正嘛是另外一个标准啦吼。有人讲吼已经超过 PM2.5吼，已经真做是另外一个主要这个污染源啦吼。啊，这个委员嘛有建议讲吼，这个臭氧吼，这个浓度若超过70 ppb， 都要减少到体育课还是这个户外运动，若是达到这个85 ppb， 都要全面来停止掉体育课啊，甲户外运动吼。啊，另外这个预警的这个系统过去吼，拢是这8点钟才一摆，但是咧上这个体育课的时阵吼，差不多拢是11点甲下晡3点这时间吼。你这个预警系统到底有落实了无吼？这嘛是这回吼反空污游行内底恁的这个诉求啦吼。啊，继续过来请教理事长吼，其实咱看到讲吼啊。真正有当时啊，这个婚礼嘛好，高雄拢咧拼这个第一空污王啦吼。但是咱讲到空污王，真正大家无想要做吼。啊，咱头拄嘛讲到像这个林园遮，拢有这个石化这个部分，卖料嘛是共款。啊，但是这个部分有人是讲啊，连续7档拢是这个卖料，啊有人讲是这个高雄林园遮，这是这个咱讲空污王。到底咱的这个机制是啥物？款的无共款的。阮公布一个是。根据首档的，首档就是政府一个县，伊会经一个，拄有彰化县，伊经彰化市代表彰化县。OK。彰化县若自动的测站时有3站，一个是宜林，
一个是线西，线西是挖海边，宜林是挖南部，较挖六轻。彰化市是代表都市的。哦。竟然政府是用彰化市代表县的最的彰化，所以伊代表性是较不足的。OK。所以咱77个测站，敢若有31个测站是手动的。而且伊是3站3工才测一届尔。所以代表咱台湾1/3的数字，代表台湾可能较都市型的。吼，对台中，伊就经丰原代表台中县，所以用丰原代表台中县的。台中丰原是都市较内底，所以是无共。所以当然你若手动。全台湾31站是斗六是空乌啊！这是政府过去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想讲，伊这是较代表、较标准，要甲美国去比，所以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咱若讲要用全面的主动的测站，就77个测站，迄种彰化就有3站啊，一个代表南部的宜林，可能较代表甲六轻较有关的，伊个红白沙就可能会较济。若线西较代表。海迄边，彰化市代表都市型，所以3种是无共。所以咱若看伊自动的，理论上伊逐工咱看到 AQI， 咱看到绿灯、红灯，就是咱即马逐工看的，迄就较显示咱逐工生活品质是就是迄款的。所以两个数字是无共。另外我毋知用补充无？头一咱陈老师有讲这臭氧吼，伊是讲70 ppb， 其实咱台湾本土研究已经讲40 ppb 嘛有健康危害啊，都危害啊。嘿，这是咱台湾本土的研究，所以其实足侪医学一直愈来愈新的物件，30、40、50、60拢无好。啊，政府70，迄已经伤严重、伤恐怖啊，迄伤落伍啊。所以非常可惜啦。我所以而且大家爱了解家己注意吼，你若看政府的。绿色，讲伊绿色，你入去出去，你可能嘛可能死啊，毋知啊，有可能，迄是危险的。所以咱政府是落伍的，歹势。阮是咱的医经系统真正较对袂着时代啦，对袂着咱讲。对袂着时代。OK。世界卫生组织是讲50啦，50嘛落伍啊，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是2005年的资料啊，已经落伍啊，非常落伍。已经10外档去啊。10外档迄阵的概念哦，迄阵的概念，所以咱家己咱也知影讲，人新的医学一直咧讲新的吼，所以。可能要拜托大家，你要爱学功夫啦吼。OK。政府的物件你都罔参考呢。OK，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咱看到讲吼，气象局也是环保署吼，拢有这个空气品质指标吼。咱讲这是 Air Quality Index 吼，咱讲吼，自这个2016年开始吼，这空气品质用这 AQI 做这个空气品质监测的这个标准吼。头拄啊，这个理事长嘛有甲咱建议吼，这个有当时啊吼，咱的这个时代真正对袂着阵啦吼。但是咱嘛吼，参考一下吼，咱看讲吼，这个有涂刷粉吼 PM2.5，啊，个 PM10啦吼，个有这个 CO， 这个 SO2 啦吼，等等这吼，代表是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的这个影响程度啦吼，啊来去换算啦吼。咱嘛看到讲吼，0到50有当时啊，头拄啊像理事长讲的吼，这个咱看到啊，有当时啊，你看到青吼，无代表讲咱真正行出去就是 OK 大丈夫的啦吼。但是咱即阵吼，乃是依照这个参考的这个标准，51到100是普通哈，啊100到150吼，对敏感族群较无健康的。另外咱嘛听到新闻吼，华语听人讲咧，这个什么自爆吼，就是已经非常无健康啊吼。啊，另外亲有危害就是300块到400吼。其实伫咧秋冬季的时阵，台湾定是安尼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是4月初6吼，今仔日咱看起来算是好的、较普通的这个等级啦吼。但是咱来看讲吼，甲世界这个标准吼，咱台湾的这个标准到底有够无够？台湾是这个15啦吼，日本嘛是15，美国是12啦吼。啊，世界卫生组织是爱过过10的吼，咱继续请教苏庆姊啊，咱的标准真正对袂着阵啊。是。我要讲吼，咱即摆标准是要用来创啥的吼？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互民众做参考，就是讲即摆咱出去到底有安全啊无安全？我今仔是会下久的这个人，我今仔出去爱创啥物代志？我有心脏有毛病，我可能有一寡气管的毛病人，我出去爱做啥物代志？吼，这是互民众看的，还是讲咱政府要管理用的？因为管理甲互民众做参考是两个无共款的代志哦。如果互民众做参考，你爱愈准愈好啊。因为这是甲生命有关系呢，所以你爱想讲，我感觉我就是啊真好呢，结果出去根本就唔对，安尼就唔对啊。是安那？我讲一个代志好啊，进前呢，中间病院有一个医生就讲，伊一个病人吼，伊真奇怪，伊就是下久吼，啊伊食药嘛
拢有听话，拢按照时间食。哦，可是伊就足严重，定定就压起来，压起来无办法，食药控制袂掉，伊就开始用注射。迄两阵注射是一种生物制剂，佮已经较贵、较新的药啊。可是伊共款，伊的效果就无别人好，定定爱严重甲来住院。佮有一站吼，他妈伊就讲，奇怪哦，这个病人吼，定定安尼，一天甲毋来住院，对不对？突然间伊讲，这个病人哪即久无来，本来想惊到是毋是安怎？结果后来迄个病人来去看伊的时候，讲，你最近袂歹咧，足久无安尼临时来住院是安那？无去诊，伊讲吼，我搬厝啦。伊讲那你是搬厝？问讲你住倒？所以伊就发觉讲吼，伊进前伊这病人一直控制无好，是伊住喺倒，伊住喺大路边，伊咱台北附近遮，迄个是迄种一个。干道边啊吼，所以迄扬尘啊、车迄挥发物足济，所以安那注射、安那食药就控制袂落来。到尾搬较山内底去，就讲无代志。所以开始做研究，有研究讲，我这下骨的病人啊，因这控制的情形，甲伊住的所在敢有关系？发觉有关系呢。就是讲有当时啊，正讲咱家己唔知，我是安那人大家去看医生，大家食药拢会好，我是安那袂好。其实有可能唔是我的问题，就是我住的所在的问题。所以咱即马要互民众看，讲即马的空气到底好啊歹？恁兜附近的空气好啊歹？这准才会使啊。这甲大家讲，这确实对你的健康有啥物危害？确实啥物款的人，即马用去活动活动嘛，还是踮厝的就好。所以这是互民众看。啊，互政府讲，我即马定较低，定较冷的有啥物好处？就讲吼，即马要管理用的，因为咱知总讲我无可能讲。一步到位嘛，吼！我即马讲希望讲咱的工厂，你慢慢啊改，我互你一个时间，所以我即马可能甲即个标准卖一时啊，甲伊先甲遮尔悬。我讲你先做到遮，这是你管理用的。所以政府管理的这行动值，你应该放在你家己的管理目标内底。可是你互民众看，一定爱准啊。所以袂使讲，咱即摆应该讲我 PM2.5，世界卫生组织就讲咱爱什么10 microgram， 啊，你搁你15，那15。全台湾嘛，甲台北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我咱这个标准嘛是爱去想法嘛，你到底是要互送看？这个标准是要用来创啥物？咱重新来思考。无人 AQI 了，定一个甲指标换了，指报变少，啊，事实就无少啊，那真好笑啊！你民众为这看就无准啊。有影啦吼，咱讲到吼，这个因为关系到吼，你要去管制吼，这个系统的性的这个物件，你会当吼用你家己一个标准，但是要民众知影，打出门吼，就要数着。空气还是伫厝，我基本都甲这个塔门拢关掉的，我就是要看上准的咱个这个标准一定爱做较好啦咱即马先来连线这个上教授啦咱讲你过去嘛有讲到这个咱讲喘气就是一种人权的这个展现啦咱嘛看到讲这回咱小连线4月初4有一场伫咧高雄的这个游行另外伫咧4月初5就昨啦嘛伫咧这个马仔寮遮嘛针对着小土团，即阵讲爱介绍这个假数老师你看到啥物这个会当阁建议政府的这个部分无？是阮公共卫生上重要的观念就是讲预防较赢过治疗啦，就是。若是看到一个人患病迄足侪代志已经上万啦。是。上好的就是讲会当预防伫头前上重要的就是空气阮知影每一个人24小时每时每刻，阮无法度选择啥物空气，阮会当输，啥物空气阮无爱输。若讲阮讲到食物啊，食物的安全若是讲，阮无爱较无爱啥物款的猪肉，较无爱啥物款的菜，阮会使选择。若是讲到空气，阮是无法度去选择的。阮就是拢一定爱一直数。若是咧空气有啥物问题，阮都是真害的代志。是。阮想要介绍一个观念，就是癌症的这个地图这就是中山医学大学廖永博教授伊的团队所建立的伊经历过去40年台湾的这个各地可能是乡镇癌症的发生的情形，还有死亡的情形其实有一点是就大家会使来注意是头一点就是讲。若是有阮为北部还是南部安尼去看阮会发现过去40年来查甫的
迄癌症的发生的情形吼，北部是愈来哪来哪轻，哪来哪无遐尼严重吼。啊，毋过阮南部的迄癌症，全部的癌症拢是愈来愈严重。尤其是其中伫迄个西南部，阮讲海线嘛吼，差不多就是伫遮的乡镇，差不多就是遮的乡镇，我会使看到，伊可能病院的数目，医生的人数嘛无遐悬吼。这有足侪原因，啊，毋过阮看这过去40年以来，阮就看到北部的情形愈来愈好吼。伊的若是阮注意到肺癌吼，阮若是来多来看肺癌，阮的这上可能是上清楚的吼。我会当发现讲，北部的环境愈来愈好，可能是甲伊的工厂拢刷走的啦吼。呀，是，啊，搁有就是可能捷运嘛有足侪就会帮助。是。咱讲吼，这个感谢教授啦，咱看到讲吼，教授用到吼过去这个咱讲癌症的这个地图，甲咱说明吼，这个北部地区吼。过去吼，可能较治疗癌的这个部分已经减少真济，但是随着这个工厂刷甲中南部遮，咱看到中南部吼，尤其伫咧说西南部这边吼，哪叫色的是哪来哪严重这个地区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地图的这个变化，咱看到吼，红色啊甲叫色这个乡镇数吼，伫台湾西南部遮是愈来愈济吼，啊，咱讲吼，随着北部遮有真济交通运输啦吼，啊讲工厂嘛刷到这个西南部、中南部遮去的这个时阵，咱讲遮的人的这个影响，伊连这个呼吸要喘气的这个吼权利拢受到吼危害啦吼，所以地书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肺癌的这个部分吼，真正增加啦吼，所以咱先过来带大家来看讲吼，要了解吼，昨的这个连续活动是啥物，先做来看。大城化工要继续小土团，幸好民众清气的空气，因为婚姻关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连续7年全国空气上歹。这个早起，本人的地方团体做伙来呼吁，希望6间会当甲卖了电厂，佮有16个气电共生厂为小土团改造小天然气。真正过去就是拢是用燃煤来发电，但是即摆环保意识的抬头，尤其人民的健康重于工业的发展，产生的这个空气污染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非常呼吁、强烈的要求台塑呢能够定出一个时程表，明确的这个天然气转换呢，来改善我们这个地方。地方团体表示，未了台西等等的沿海地区，20年来着癌的人愈来愈多。养殖渔业又程度降低，研究显示，甲环境的恶化有关系。其中，6间小土团是重要的因素。希望政府推测2025恢复加园的时阵，嘛要要求企业转面用天然气取代土团。大家甲阮联署，联署吼，阮到一个坎站，阮就要直接来要求台塑、甲经济部、甲台电，一定要4A，一定要做，这是前提嘛。因20年过去，阮后壁搁20年，阮要安怎？东麦电它就占了全县差不多20% 的一个污染量，这个部分。那我们云林县也支持说，当然这个卖电燃煤机组它全面性处理也不反对这个能源转型这个立场了环保局表示，卖了电厂甲电送到北部，无好在地享受到任何优待，算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这几年，云林县政府以有限的资源来改善空气 ，PM2.5为105年平均26.6微克，降到109年的17.6微克。若有任何减碳的政策，地方政府拢会配合甲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中部也好，南部也好吼，真侪电拢送来这个北部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工厂的这个牵线地区这个肺癌吼，这个部分的这个牵线，透过拄则迄张地图，咱嘛看甲真明啦吼。但是咱看到这张图吼，台湾有倒位也搁咧吼烧这个土炭这个电厂吼，南口有一个啦吼。
啊，伫咧吼花莲这边吼，还有一个和平电厂、台中电厂吼，过去是这全球上大吼，即阵是第2大这个小土团这个电厂啦吼。啊，过去咱嘛有看到讲吼，这个市长候选人讲啥，这个换市长换空气啦吼。啊，敢真正会当换气？咱过去嘛做一寡这个讨论。另外就是咱等下好好来讨论这个马寮这个电厂遮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高雄的兴达电厂，甲这个大拿电厂啦，咱讲吼兴达电厂是毋是这个四座机座吼，拢伫咧咱讲限期内底拢家脱离啦吼。但是咱即阵看到讲吼无遐尔紧啦吼。啊，即阵咱搁来讲到这个马寮电厂遮吼，小土团这个部分吼，咱嘛来邀请地区来宾吼是阿龙兄啦吼，过去嘛有来咱节目啊，即阵因为开刀吼，所以咱挂这个吼乌人的这个目镜吼，咱来甲咱看到吼，昨的这个诉求吼，咱讲小土团爱甲伊换做天然气的，咱过去嘛看到讲蔡总统去甲这个台塑遮吼有甲伊会谈吼，迄当阵嘛有要求讲吼，因爱做一寡吼天然气爱烧这个瓦斯啦吼，啊，但是安尼看过去吼，这个愿望敢有法度达成，在地人安怎看？我感觉是一个对未来是真好的，但是会当做无当做。其实，教我老师参我应该伫遐叫六轻的监督委员会内头嘛，一直要求因就是来用迄个土炭来换咱天然气。因拢讲无法度设备，搁里扣，搁钱真济。企业家伊咧算是算伊的金钱会有趁无趁的问题，伊根本无咧注意你的健康。伊讲我若主要讲我合乎的话，一些标准的话，就讲标准我来按照国家的标准，我就好啊。啊，无恁若有裁调，恁就去叫恁的立法委员，你去叫伊去变嘛。但是如果说若讲伫咱在地的一个民意代表，我讲假设性的问题，讲若有摕人的迄个政治现金的话，你看敢有可能去做？无可能，统一伫一心，大家烧的时，甲讲的好，事事交割啊，我哋大家袂搁差。但是我感觉就讲，可能地方上有一寡人，无较了解，就讲说，伊认为讲天然气到时若无咁复杂嘛，要安怎？有真啊民意代表，伊是真坚持讲说无爱天然气，讲到底是会当离咱的厂区会当偌远，这个爱说出来。昨个叫庄秉杰教授大概来开讲，就讲说，其实这应该政府机关应该爱来甲咱当地居民。说明讲，伊的比重，只要应该像伫高雄的气爆是无共款的，它是不一样的。是，吼，所以我感觉，你若讲，咱若对唔知影物件，咱当然会强化。你意思是有民代是安尼，甲嗰个民众说明对，我绝对反对，讲说伫咧设天然气。哦，就是用这个强合的安尼。无因为惊吓，但是就是因为唔知影嘛，所以我感觉咱的能源局啊等等，啊是一专家学者爱去。当地说明讲，这是好的，对空气品质是好的。虽然讲说，伊要叫企业家会搁增加伊的叫付出，但是这是必要的。是。因为你看20年来，到底伫遮有偌多改善？因为咱常咧讲就讲，咱咧讲 PM2.5，讲说你即摆你看讲没有超标，但是我庄老师咧讲，庄明杰老师讲，PM2.5来到重点的就是讲一级致癌物。到底是偌济？这是重点啦。因为你如果用 PM2.5的话，不会精准，但是真的释放在我们大气中的叫在重金属一级致癌物，开始重点。有影。这个其实苏庆姐也伫咧私底下先甲咱说明一下，咱看到讲吼，这个小土炭到底影响啥物？啊，其实 PM2.5吼2.5这个部分应该是讲吼人类吼这个活动所有的这个部分吼，亲像讲移动的吼，咱讲吼机车也好啦，吼汽车也好，啊是有人去食薰吼，啊是讲吼这个烧香啦、等等遮，拢有可能造成这个 PM2.5吼这个部分吼，就是这个有涂沙粉啊吼。啊，另外咧，若是讲吼，甲烧这个土炭哈，这电厂较有关系，就是吼可能是这个硫氧化物吼是产生这个 S 的这个部分，佮有这个氮氧化物的这个部分吼。另外吼，这个咱讲吼，这个有涂沙粉啊，吼 PM2.5甲 PM10啦吼，你拢会这个小土炭拢会影响到吼，这是可能是有淡薄爱分别的吼。咱先请这个苏庆姐啊。因为即马其实咱的空气的污染，毋是加即个电厂尔，其他的你讲工厂啊，啊，佮有即马有一寡咱的机车、汽车，还是一寡迄落燃油的发电机，什么迄拢有可能有吼。所以其实真济，啊，就空管爱安怎管理。啊，即马重点讲，啊，这个电厂佮伫烧这土炭，啊，是毋是卖烧土炭，咱直接跳去烧瓦斯？啊，这真
中间安那连接，因为无可能讲今仔日讲咱卖烧，咱就卖烧，咱随时跳去烧甲厝。所以应该政府来讲的是，咱要跳去烧甲厝进前，咱这烧土团，咱本来应该有一些标准的管理嘛。我互你烧土团，可以烧出来的空气，爱达到什么品质，你才能过关嘛，安尼嘛是一种方法啦。可是进前是安那想讲，我感觉有定标准啊，啊是啊定了标准，空气感觉嘛是无改善遐济。啊有人就讲，因为呢，你这个烧土团，你这个烟筒啊，这个机器啊，吼，我叫你装迄一个及时的检测这仪器。是。啊，可是呢，感觉出来这发现讲，感觉今仔排放这个空气较无好，伊就甲你登记讲，今仔可能这个机器歹去，因为有一定的比例内底，因讲我可能这个数值吼会有问题，所以伊有讲有啥讲奇怪呢？啊，有的机器吼三届就有一届讲伊机器歹去吼，机器每一届拢是迄较悬迄届，就讲变讲，其实咱慢慢用来换讲咱无爱烧土团，可是咱甲无烧土团进前，咱有两件代志爱做，一件代志就讲咱。要烧加速，啊，这个电量爱安怎改善？设施什么阵起来，恁迄三节什么来，对不对？第二件就咱爱继续烧的时阵，咱安怎甲即马继续烧这个标准，搁较管理较好。是。确实讲伊的排放标准有合标准才会使啊，无咱讲继续数空气数甲你讲加速迄气候，对不对？这嘛是一个原因。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讲，是安怎大家即马才关心这个代志，是因为对健康的危害吼，愈来愈侪研究讲愈来影响愈大。咱大家敢想着讲，以前讲，奇怪，即摆囡仔是安那，迄过敏遮尔济，是安那，遮个囡仔黑骨遮尔济，啊，即摆知影甲空气有关系。啊，以前讲啊，即摆肺癌愈来愈济，这可能甲空气有关系。可是不止呢，即摆发觉讲心脏的问题，啊，包括迄糖尿病，佮进前讲，甚至甲迄落流产。甚至甲迄落男性的，咱来现在讲，即马人真不孕症的比例嘛愈来愈济。后来佫甲讲，这拢甲有关系呢。之前有一个研究啊，伊就甲迄鸟气关迄个人啊内底，啊伊用迄污染的空气落去吸，啊甲一边，后来就去比较，就发现，不但影响即代鸟气，伊生出来鸟气。拢会影响到，就是讲伊即个基因的改变是遗传的，所以这是问题是足大的。所以我就讲，无咱即摆来看，有人想讲不要紧啦，因为咱即摆烧土团，改做烧天加速可能较贵，可是啊，无人讲你也不爱烧土团，有人讲你买点核电呢？感觉台湾的选择就是，无你就去烧。毋是烧土团，就是烧核电，无别的可能。可是阮来想讲，问题就是即个影响，你爱了解有偌严重。啊，咱即摆来想讲好，啊，要安怎做咧？拄啊，文人兄讲的，时程表爱出来。咱当时要起什么啊？多少的百分比的电爱再去用。啊，即马现行的你烧土团，咱要管理搁较严格，搁较细致。我感觉这才最重要的部分啦。有影啦吼，同款嘛是迄个标准的这个问题吼。咱讲吼，这个过去这个标准这定到底有定好清楚无？那有的这个部分就是咱过去咧讲吼，可能这个肺癌啦吼、老体啦，还是讲肺癌啦吼、啊早死、脑中风等等，这拢是啦吼。继续咱个请教理事长甲咱补充一下。我甲大家报告，我是妇产科医师啦吼。妇产科医学会伫2011年迄年的苗青节就出来讲啊，会引起早产。但经过10年了来，咱看足侪医学，拢讲伊毋是影响老母这代。咱咧数 PM2.5的时阵，老母伊数 PM2.5，老母已经中奖啊。是。第二，伊内底腹肚内底摕囡仔吼，嘿囡仔嘛去数毒啊。是。甚至内底伊腹肚内底伊的生殖细胞，就是讲查甫的囡仔、查某囡仔伫内底，就3代同时去数毒啊。同时数毒了，这内底生殖细胞后摆伊若换做老爸啊老母时，佮影响第4代。所以即摆足侪医学拢认为讲，伊影响3代甲4代。拄像所讲的，伊的团、伊的遗传哦，伊的隔代遗传去，伊无一定改变伊的基因，有的是怎改染色体、染色体内底嘛会改变啦。即摆来讲，有的染色体伊无一定改变伊的基因，但是伊会改变伊的表达。所以你若住伫有土团的所在，有无住土团的所在，同款双胞胎，共两同卵双胞胎，你出世的命就会无共哦。所以这影响有够大。所以伫美国研究来讲 ，PM2.5燃煤危害比交通是加2倍，对心血管危害是加2倍哦。是一般
咱烧稻草，迄5倍。所以边仔讲 PM2点5，毋是看伊的浓度。头前你讲伊内底重金属，内底伊是烧啥？烧稻草，还是烧土炭，是完全无共。所以这影响囡仔，甚至讲影响囡仔嘅3代。所以伫美国研究，你住伫土炭遐个所在，你若无住伫遐个时阵，囡仔出来，你若停煤、停土炭个时阵，迄囡仔智商会较好。较少早散，较少低体重，囡仔体重较袂遐轻。因为体重囡仔较轻，到后摆你成人的时阵，高血压、糖尿病、中风，还是细胞无好，就是因为囡仔迄阵就种下无好的基础。甚至你若准讲住伫中火，咱台湾本土的研究，住伫中火，吼，伊遐所在较容易囡仔就诱发伊的气喘哦，这本土研究哦。所以这毋是讲影响大人尔，迄影响伊这代，佮影响两三代。所以你对遐个囡仔是完全无公平。迄毋是影响伊这代，影响伊的子孙，影响3代。所以是啊，我一直强调，燃煤是万毒的之首，上恶的。所以你停止燃煤，你假如你也徛伫健康的立场，徛伫囡仔权益的立场，你假停止燃煤是对住伫有燃煤所在，还是公平。所以咱全台湾 PM2点5，头个所见讲，你住伫车的所在，迄嘛有毒，但是迄是毒，若照英国医师学会，咱实体因共同公布的，英国的妇产科医学会因共同公布的，伊的毒是无燃煤遐毒。OK。所以要拜托，就是讲，假如咱台湾囡仔有诶住伫有燃煤所在，甲有住伫无燃煤所在，都有咱看高雄，高雄有兴达38年、39年搁咧烧，啊，搁新大林等于台北嘅新林库，因为新林库伊烧煤炭了，咱来看伊嘅土城、伊嘅古亭，啊，甲咱嘅新店，伊嘅臭氧，这几年拢恶化，这几年恶化哦，因为你燃煤内底有氮氧化物足大嘅，氮氧化物内底迄就是臭氧的一个前驱物，所以今日我想今日伤害着南口，就是会伤害着大拿，啊，但是兴达搁38年、39年上老上久的，啊，对高雄人他就讲无公平啦，是有够无公平，所以我直接要拜托今日大家用全民来团结，互陈其迈用早日终结兴达遐，兴达燃煤电厂，因为兴达毋是影响到高雄尔，影响到台南，因为伊是甲台南是伫交界嘛，袂说中火毋是影响到台中市尔，嘛影响到彰化。啊，当然热天，阮中火就送互北部，啊热天兴达就送互台南，送互台中，啊平常中火就送去哦未了，啊未了就送去哦台南。所以，阮一直咧呼吁讲，拜托台湾是。呼吸的喘气，这是命运共同体。所以咱若台湾变做无团的国家，这是台湾伟大的时阵。所以你若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城市，若有土炭，迄是迄土炭，迄城市的建设。所以陈其迈，我看伊是讲2023年。无2025年啦，这里是零土炭。上万啦。你兴达遐老旧的，迄机器是足老的，迄对污染是足歹，而且高雄。伊毋是干那烧土炭尔，伊的 VOC、伊的磷鱼、伊的中油、中钢，啊，搁有港口，迄所有复合式的污染，41种毒甲40种毒，完全是无共个。这就1+1大于3啦。所以拜托大家，就住伫台中，住伫未了，未了足凄惨的。所以要住伫森林，是安来讲，咱来讲空污王，就PM2点5来讲是倒来伊迄边其实嘛毋是家己本身有啥物件，是伊咱飘到遐山骹，所以拜托大家就是讲，咱有土炭的所在，咱爱节能，所以要拜托公司，咱这是袂用做节能，干我穿底衫，人穿啊遐侪领衫，咱台北市咱咧想到讲遐个所在有人爱烧伊的土炭，互咱讲，互咱有公司才会使咧较好的品质，所以伫遮拜托大家做好节能，为家己做起，袂说即马节水嘛吼，节水大家拢欠水。咱大家拢欠水，大家拢节能，会使互中南部烧土炭，遐个囡仔有一天用病无？用有一个出头天的一天无？无伊咧3代囡仔，就注定讲伊后摆出事，伊后摆20岁较容易气喘，较容易会中风，
较容易会高血压。我甲对遐个人是无公平，所以影响3代就影响几年。咱若一代是30年，就3代就90年，这是完全无公平。拜托大家。有影吼，这个小土团，这个社区，尤其咱讲吼，真正哦，咱伫台北遮啦吼，这个真正是靠着因的这个因的戏，甲咱这个产地的吼，真正。伊闹，甲伊的3代。有影。所以咱暗时10点，佫有捷运，偏遐袂了，二时都无车好坐啊咧。2、3点钟是毋是才有一班车？是不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城市甲这个吼偏乡的这个差距啦吼，咱真正吼，咱这拜托大家啦，那吼用电的较省咧共同啦，共同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吼，这场道啦吼，头拄仔咱嘛看到讲吼，有当时啊，这个寒人的这时阵，甲热天的时阵，这个风安怎吹啦吼，都会影响到吼这个部分啊。咱看到讲吼，其实咱看吼，境外这个污染源有差不多35%啦吼，境内吼是65%，有人讲是4成6成的这个部分啦吼，啊这是环保署讲吼3成5是来自遮吼，啊寒人的时阵吼，这个来自这个大陆吼，这个部分都会入来咱随着这东北季风吼入来甲咱台湾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吼污染源吼有头粉啊吼，啊沿海都市个排放这个二氧化硫，然后搁这个臭氧，遮的这个污染物吼，啊另外伫咧西凉风这个时阵吼，啊嘛有这个中国东南沿海这个污染物吼，来甲咱吼这个新竹甲苗栗以北吼，这个下风处啦吼，伊讲吼这个污染物都会吼伫遮啦吼，伫新竹甲这个苗栗这个部分吼，啊若拄着这个吼刷尘暴啦吼，伫咧中国北方3至5月吼，这个部分吼，啊随着吼西风向东来去传送吼，嘛影响到日本、韩国甲咱台湾吼。啊，咱讲热人的这个时阵吼，因为这个风是安尼吹吼，所以境外这个污染物吼，都来到遮。但是咱嘛讲吼，这个境外污染物吼是一部分尔，啊，咱讲吼差不多也有6成5的时阵是咱家己本土咧产生吼，所以嘛袂当完全怪吼中国来这个污染物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委员吼，咱嘛看到讲立法院吼，伫咧过去吼108年的时阵已经有这个空污法的这个3读通过吼，啊是咱讲吼时间已经3冬过去啊吼，咱这个调查也好，也是讲吼实际这个执法头顶有拄着什么款的困难无？因为咱来看到讲这个空污法的修法，是毋是会当真正去符合会当就是空污减量？是，其实是无啦吼，就是讲包括伊一个部分，就是讲伊的标准拢定啊足悬的。是，吼，就是讲若紧急像咱头仔讲着讲超过什么标准伊标准啊定啊足悬的所以伊足悬伊。可能无去无真少会发生这个情形，所以互咱看到讲，伊就免去做减量，所以头拄仔咱看到就是讲无爱烧土炭，也是讲爱产业爱转型，就是讲你空污法伊即个修法的即个内容内底，根本就无办法去实质去改善讲即马民间咱要求的，就是讲因为即个。PM2.5，即个 PM10，甲即个臭氧则悬你都爱紧去改善所以咱袂当讲去依靠即个空污法的修法会当做改善。所以即马就是讲像咱头拄仔讲着即个高雄市长咱陈市长又提出即个方案，毋过这个方案就是讲你像2025年就是讲到即马爱搁3、4年，搁3、4年，伊上大要改变的，就是干那要改变即个兴达即个烧土炭的即个电厂。毋过即个电厂即使你2025年伊去即个处理，嘛袂当改善即个高雄南部的空污。头拄仔我有讲到，就是讲即马。真侪即个污染源，搁即个65%的即个本土，因为真侪即个重工业区，就是譬如讲为6轻，也是为中龙钢铁，也是为遮个烧土炭，也是讲遮个气电共生，也是甲个工厂，遮个污染，遮个真侪污染集合起来，搁内底有真即个致癌性的，像头拄仔讲的烧土炭内底的重金属。搁真侪即个 VOC， 伊即个致癌性足悬的，所以咱即马若要改善即个即个潮癌，也是讲要改善即个污染，就是讲爱紧为
咱即个游行的诉求紧去呼应，吼，才会当实际上去改善即马即个危险的即个大家会破病，吼，啊，搁咱即马少子化嘛，吼，咱爱请政府紧重视即个问题，就是讲为什么咱叶医师吼，甲环团大家会选即个儿童节，就是讲咱即马少子化，这是一个国安问题。啊，你搁无紧来改善，讲这实质上的污染的话，咱以后咱的南部囡仔基本吼，就是你输在起跑点吼，所以我是真忧心，就是讲咱紧政府爱紧来听到这个声音，爱紧来改善。啊，即摆上紧的就是讲，咱即摆产业爱转型吼，这污染的产业爱慢慢去减少。啊，其中你高雄，咱会当看到真侪环保团体吼。因提出就是讲，像中钢吼，是即个高雄啊，所以中钢内底紧来减一个即个高炉，也是讲即个即个小土团的部分吼，伊的即个高雄的即个污染度真紧就会当减少真济吼，所以这是希望讲政府会当做紧来做。是啦，共款嘛是即个南电北送啦吼，啊，咱嘛看到讲陈其迈伊嘛讲啦吼，就是讲过去即个中央的政策吼，甲地方其实即个高雄市遮吼承受真济啦吼，所以即个重工业拢维持伫遮吼，嘛是即个过去即个基础拍伫咧遐，但是即个基础安怎搁一改来去改变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啊，因为吼即个能源转型的即个问题吼，咱嘛看到讲进前咱有讨论过即个海草搭吼，即个生态即个保育吼，遐要做即个第三吼天然气的即接收站吼，啊，即阵吼可能也搁有吼，可能伫咧8月才一个公道啦吼。但是遮吼，咱嘛看到讲吼，陆陆续续，咱无爱烧土炭，啊，个天然气吼，遮吼要安怎做一个能源的这平衡吼？继续咱搁先请理事长。所以我头前要拜托就是讲，咱会用做好节能无？都像在公司，咱会使咧 ，OK， 会使来做一个看目标要减20%无？啊，那20%兴达都无去啊，吼。所以第二点就是讲。其实去年咱那啥台大风险中心因做研究，其实台湾人尤其少年人水准愈悬人，因愈支持你台商转啊爱能源转型。OK， 你的产业你爱顾你的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就是用较少的电，你能达到较好的 GDP。所以咱来看头一讲 PM10、PM2.5，其实咱的标准，咱台湾的标准是足浓厚的。OK， 如果照世界卫生组织。PM2.5是查某，伫加拿大是伊全国平均是6.1，6.1会死人无？伫加拿大因最近3月底公布，卫生部门公布，袂是咱台湾的卫福部公布的。加拿大 PM2.5年均值是6.1，一年 PM2.5炸死偌济人？1万人，1万人哦。所以6.1比世界卫生组织较低。这意思就是讲，含6.1就会死人，伊遐有肺炎无？有中风无？有。所以咱假如唔好看，咱的环保署讲15就好。那15是讲伊good了，台湾是显示绿色哦。啊，那加拿大逐工嘛好，6.1逐工嘛好。但是伊死偌济人，1万人，这是官方不能讲的哦。啊，你若加上臭氧，佮加上 NO2，就15300个，占伊偌济 GDP， 加拿大 GDP 6%。是。啊，咱台湾臭氧因加拿大无啥日头，咱日头咱的臭氧比较大，是。所以我看咱的 GDP， 我想嘛是6%起跳啦。但是咱健保所有的开的钱就开伫遐，是。所以我讲，如果咱政府甲空污、甲气候外部成本啊摕起来，咱烧土炭，就对遐囡仔无公平，嘛是咱大家付出代价。健保咱会开足侪钱的。伫日本因最新的研究内底，庆应大学因讲，如果老母若是低体重儿。伊囡仔很容易后摆就出低体重儿。是。低体重会安怎？老母即代家己本身低体重儿的时阵，伊较容易安怎？腰肌病，较容易生腰子，较容易高血压。伊生囡仔同款的低体重儿，佫会较容易生腰子。意思老母即代若生腰子，囡仔生低体重佫生腰子。哦。一代传一代。生腰子是咱台湾健保开上侪钱的。是。啊，原因即摆是已经证明讲，甲空污足有关啦。所以伫遮要拜托大家，咱若好好甲咱的空气变好，咱的健保大家就免开遐侪钱。有的人咧洗腰子，有的人咧出钱嘛。台北你无洗着腰子，反正你咧替人出钱啊。这拢大家嘅同胞吼，所以拜托大家有烧炭，互遐囡仔。所以阮只要伫儿童节，
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儿童总是足好的，全世界有名。伊一个公卫的教授又讲，对囡仔上大的不平权就是啥？烧化石燃料，就是烧燃煤。迄对囡仔最大的不平权。你若甲化石燃料无去，对遐囡仔是公平。这足侪研究，遐囡仔 IQ 大较好，较袂自闭，较袂迄听调就好啊。听调囡仔就较袂早散。听调了，就较容易会生。或者美国的研究足侪拢听调了，自然就会生啊，就是提高生育率。囡仔较袂早产，咱就无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就免开遐济钱。早产的囡仔出来很容易，地胸有问题啦。就是讲是脑麻。所以我顶礼拜看一个老母，伊讲伊29岁生出来，伊即摆脑麻，就无法度照顾。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大家看来一个早产。我想大家拢艰苦，所以伫遐要拜托，有的囡仔出世伫生来就较容易，无公平所在。咱是咪用互遐囡仔4月初是咱今年阮伫这游行，就拜托大家全台湾，毋是干那高雄人去，遐个人伊输这个燃煤，伫新林口附近，我想嘛共款，伫全台湾咱的中火伫卖寮，伫遮个所在，足侪人输伫遐，尤其若阵啊讲咱少年囡仔要去南科，要去平科。遐若输全台湾算上歹的空气，台南、高雄、屏东拢输台湾上歹的空气。我想拜托大家，咱互遮少年有一个用大个喘气，会用互伊说后一代有一个机会，伊莫讲伊留在台北就无这个悲惨嘛。所以伫遮要拜托大家共同做好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嘛较紧早日终结，莫叫来讲烧土炭，袂输伊遐烧土炭是天经地义，讲你爱搁烧一直搁烧，伫遮要拜托。大家较紧早日终结。是，所以咱看到讲吼，能源转型吼，这烧土炭这个部分吼，真正拢会当吼消毒过了吼。咱讲吼，这烧土炭的电厂，若拢总收掉以后啦吼，才有法度吼国家买较济。咱讲吼，这个雅士卡卖吼治病这款的，咱讲吼污染源的这个部分吼，咱搁请阿龙兄啦吼，咱看到讲吼卖了即阵吼有这个风声出来，讲30日要拼2万份的这个人数啦吼，你看敢拼会过咧？那有心的人应该是无问题啦。你应该头先我看来到影片来到，应该是某一个立委来到全部应该，我认为是应该可以。至于伫咱迄带沿海地区应该会过，我甲你报告应该会过。OK， 所以咱嘛看到讲人民的意志吼，过去咱嘛看到讲陆庆伫遐吼，咱抗议真济啦吼，即阵看到有即款的这个转型的机会，咱就莫家遐放杀去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这个苏庆志啊吼，头拄嘛讲着吼，会影响到这个真大啦吼，尤其这个健保系统嘛是一个吼可能会帮盘这个部分吼，佮甲咱补充一下。对，我感觉拄则叶医师讲得真好，我感觉咱即马无爱开钱去买好的空气，你后摆就开钱看医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有个人嫌讲我后摆我袂用绿能，我用3亿贵，可是你搁较贵的是你看医生的这个部分。是安怎呢？之前有人咧讨论讲，奇怪，咱即马吼肺癌遮尔济，咱部分的人爱抽迄落烟品健康捐嘛，是毋是咱即马这个空污税吼，这个钱爱摕来补贴咱的健保？这是我感觉这想法是咱。何不如先预防？咱起码想讲，我互你你烧土炭，你空气污染，你污染了，你交税，税来互我看医生，头壳歹去。咱是毋是讲，干脆你预防我，互你空气较好，你甲钱甲，拜托你甲钱摕，互你空气较好。我莫输着较歹的空气，我后摆免去得肺癌，莫看医生。所以咱换一个想法，你换一个想法，对，你就感觉安尼做会好，你知哦？因为有个人想讲，哎呀，你安尼想，大家拢想做好，你拢想讲，迄电会变足贵啊，是安你这电无一定爱贵，因为咱这成本你爱叫厂商来付，对不对？你讲，莫阁想讲空污这税，咱要摕来互咱看医生，空污这钱拜托咱这厂商，你这钱甲咱摕去用较清气的空气，安尼就是阮想要爱的代志。有影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咱讲吼，食薰的人爱抽这个税金啦吼，这个工厂吼嘛爱抽这个税金，但是倒不如咱讲吼，真正买较好的这个能源吼，互咱的这个空气会当较好，莫阁烧这个土炭，尤其头拄啊，这理事长嘛讲着，烧土炭真正是吼，这个烧出来这 PM2.5吼，还是讲这个硫化物啊、氮化物吼，真正拢是比其他吼烧的这个能源吼，阁较严重吼，会一代传过一代，至少咱看到是3代至4代啊吼，所以咱看到讲真正咱是健保系
系统卖去崩盘去吼，咱医疗上卖开遐上重吼，透过能源的这个转型啦吼，所以咱们搁一张吼，看这张图吼，2015年咱看到讲，这个绿色的这个部分是再生能源吼，啊烧气的部分爱来到50%啦吼，啊烧土炭的这个部分吼，降到自这个吼113年吼，这个37%变到这个20%啦吼，但是咱看到吼，这个部分吼，真正咱能源的转型，但是咱个人的吼节约用电，还是讲吼。减少能源的这个使用吼，到底有正确无正确吼？其实咱今仔这个四位来宾拢真正专业吼，啊，这个委员吼是自这立法院出发吼，啊，连名者吼是专门吼看到咱空气这部分，如果透过这咱讲医术的这个部分吼来看到讲啊，真正咱讲啊疾病吼对这个囡仔人的这个影响吼，啊，肃清之也嘛是真正吼。真全面来讲到咱吼规个吼健保系统吼，可能伫遮会崩盘吼。在地居民吼讲到这个在地心声啦，所以咱看到讲吼，其实在地吼过去真正承受介久啊吼，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的这个研究拢显示讲啊，真正这个数空气数甲足痛苦啊吼，气线癌嘛有啦吼，肺部着癌嘛真正侪啦，啊，搁有这呼吸道等等这个影响吼，所以规个这个能源转型，咱就对时代来行吼。所以咱嘛讲到吼，即阵吼有一寡这个争议也好啦，有人讲吼要回归到核电也好啦，要回归到这个吼，咱讲啊，真正这个用电的这个方式吼，真正莫搁行回头路呀吼。咱即阵能源的转型的这个时阵吼，大家民众嘛是爱对号着阵吼。今日非常感谢咱4位来宾吼，还有咱这个吼啊，透过连线这个上教授，然后嘛邀请乡亲好朋友做伙来做这个节能的这个动作吼，卖互咱的这个后一代吼承受这个痛苦啦。今日感谢所有来宾，嘛感谢咱乡亲好朋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谢。